这是我的粉丝来，专业，这是粉丝专业，大家追踪一下。喜欢中菜长的可以来。对，好，按赞追踪抢先看，跟你们讲一下。哦，当我俩公的时候，人数不止400、500，随便都是1万、2万、3万，你们都很清楚我吃屎哥的为人。好，跟你们解释一下。哦，大家追踪一下蔡宗宪。哦，唱歌就好听哎，懂了吗？想点歌的赶快想点歌的赶快用力来哦。刷。今天平常没有在唱歌的啦。平常没有在唱歌，因为今天是在吃屎哥平台有这个福利，你知道我爱数哦，全台湾今仔就是看吃死个的面子啊。对啦，那不管酸民怎么讲啦，但是我是希望就是喜欢听歌的可以来菜长这边听歌。对对对，真的，对啊对啊，真的没有错。来啦。是哦，谢谢啦，谢谢。菜长里面有包什么吗？就是包一个会唱歌的音赏。安尼袂歹，菜长喜外绰号啦。对啊，菜长是我的绰号。安尼袂歹啊。好，开始分享有社团丢社团哦。好，谢谢大家哦。来哦。我想唱什么歌？有人点香囊金桃好，我给你来，唱起来哈，拍手。这是合唱的嘞。合唱啊，安尼我不要唱啊，你不要唱啊我回去啦。来，我唱一段啊。啊，双人枕头若无你，也会孤单；棉被脚狗若无你，也会畏寒。你是我生命的温泉，也是我灵魂的一半。为着你，什么艰苦我嘛不惊。为着你，千金万金我嘛敢担。啥人会代替你的形影？爱你的心，你敢会知影？水啦，好听。双人枕头啦。分享。组合会很奇怪吗？其实不会啦，因为其实大家有大家的流量啦，应该是这样讲啊。对啊，对，真的，虽然粉丝专业酸民，我也会有啊，我也会有粉丝跟酸民啊。真的没有错。对啊，那喜欢啊，如果真的喜欢听歌、想要唱歌的，可以来支持菜长。对，支持一下蔡长，懂对啊我意思吗？蔡宗宪，支持一下。蔡仲宪的私人粉专。对哦，菜长也是在就是我们的生技公司啊一样啊，海天生技，也是有一个小小的直播平台。那如果不嫌弃啦，大家如果不嫌弃，想来听歌的可以来听歌。谢谢哦，谢谢苏爱吗？谢谢你。大家支持海天生技哦。不管支持海天生技也好，支持菜长也好，都可以来。对啊，都可以来。放到镜头前给他点可以。拢住回头吗？拢住回头来，会晓唱无？拢住回头要看歌词呢。我唱一点仔好啊。好。分一支的点，酒一杯的干，哪能我的体谅我？就莫搁好，莫搁我创空，时间一天咧走，汗一滴咧流，哪能我的体谅我？若无我斗阵，浪子回头。袂歹啊。无歌词。拍手，小帮手都拍手。我无歌词啊。我那时候你可以拿你的粉丝专业拿到镜头。拿到镜头啊！来，没关系，我直接扫到镜头。如果喜欢菜长的啦，就是喜欢唱歌的。对啊，或是喜欢唱歌的，可以来菜长的粉丝专业。对啊。不是，这样，我这个吗？不是，我打扮有。来哦。是这个吗？没有错，来。
大家追踪一下哈，蔡总吼超级红人版吼蔡宗宪，按赞追踪抢先看，欢迎点歌，欢迎点歌。对，好，谢谢。听歌免费啊，听歌免费啊，知影我意思无？啊，买物件爱炸钱就有影啦。买物件爱赚钱，你知影我意思无？今天啊，今天算是国庆日啊。对，国庆日。你咧直播是真正拢是安尼嘛？对啊，爱效果嘛，都爱效果嘛。本身这些人都很喜欢看的。私底下很平常。对啊，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样啦，对吧？样哥是没迄个效果，就是要效果，大家就是喜欢看嘛，爱看又爱酸，我就是给他们酸，懂我意思吗？但是今天就是也蛮开心认识你啦，对啊，就是算是初次见面。对啊。那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种缘分嘛。对啦，那不要去评论说啊，这人安诺都安诺啦，但是我们至少说，让人家有不管是好的一面，或是比较脱俗的一面，对。就是呈现给大家看，呈现给大家看啊，娱乐大家，对啊，就是娱乐给大家啦。那人家说艺人就是要异于常人嘛，对，你行那无赶快，人家才会想看你。对啊。哇，还这么久，还有400多人，真的很厉害。我们开多久？开超级久你真正强我发现你真的很强这样还点歌吗？在点歌啊。点歌啊。来啊，点歌啊，认真的点哦。来点歌哦。上爱的人上我上当啊，他的效果都很讨人厌哦。不会啦，但是其实要慢慢把它改型了啦，对不？你一直按那落嘛，不是办法。对，一定对。对啊，所以你其实要邀请一些。就是比较，不管是荧光幕上啦，或是比较正能量的啦，对啊，可以帮吃屎哥的称号把它拿掉。对，真的对。对啊，一步一步来啊。对啊，倒倒来啊，对吧？对啦。对啊，嘛是有足侪人介意的啊。对啊。也是有很喜欢的啊。对啊。对啊。来啦，喜欢的一样，可以来蔡长的粉丝专页。对，按赞追踪抢先看。我们一样会有流量。对，流量给你们。刷起来，好了，那待会是要吃宵夜。要吃宵夜，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。对啊，改天如果有机会可以一起吃宵夜。对，有机会可以吃宵夜。好好认识一下吃屎哥啦，卖安尼，逐天安特别讲酸，特别讲跑了。对，其实人家也很努力嘞。真的。对啊，虽然说比较脱俗一点，样哥。嘛无甲你改掉啊，对吧？一定啊。喜欢的也是一样要上来啊，上来帮我们分享啊。分享，对。对啊，好了，好了，谢谢大家。来吃宵夜了。吃宵夜的啦。走啦。大家记得按赞、追踪、抢先看、追踪蔡宗宪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